大家好，我係奧巴，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講一套美國史詩動作電影《一戰再戰》啊。究竟呢一套由李安納度主演嘅電影又好唔好睇呢？以下落嚟有劇透成分嘅，如果大家未睇呢一套電影，可以睇完再返嚟睇我嘅影評，又或者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喺片頭畫面返嚟，我哋就可以開始啦。首先都同大家講下呢套電影嘅故事大綱啦。故事一開始係講述一班由李安納度同佢女朋友帶領嘅革命者，命名為法國75啊。咁到處去用一啲極端嘅手段去進行佢哋嘅活動啦。喺其中一次行動裏邊呢，佢個黑妹女朋友被一個軍官捉過正着，為咗可以全身而退，所以黑妹呢就應承個軍官進行不道德嘅交易啦。其後黑妹生咗個小朋友之後，喺一次行動入邊，佢殺咗一個警衛，咁啊被捉過正着啦。為咗免受牢獄之苦呢，咁佢就決定出賣法國75嘅成員啦。所以李安納度就帶埋女女同其他革命成員呢就各散東西，而黑妹呢自己亦都乘機逃走隱居啊。到咗16年之後嘅今日，咁嗰位軍官為咗加入一個高貴嘅組織，所以呢就要追殺李安納度同佢個女，以隱藏佢之前嘅黑歷史。咁究竟李安納度同佢女女會唔會俾個軍官捉到呢？咁就留翻俾觀眾自己睇啦。李安納度喺97年嘅鐵達尼號以閃鮮肉嘅面孔呢一炮而紅啦，轉眼已經係28年嘅時間啦。佢喺電影海報入邊呢，成個頹廢麻甩佬咁嘅造型啊，咁所以呢都吸引咗我入場去睇嘅。咁我首先都講下呢套電影好嘅地方先啦。電影後半部分呢，嗰個軍官追殺兩父女係營造到有緊張嘅氣氛嘅。最主要都係諗緊個軍官會唔會得逞啦，又有冇其他人係為咗呢兩父女而犧牲咁樣。最後幾個 party 匯合埋一齊互相廝殺啦，咁呢就好似將電影入邊幾個枝節呢匯合埋一齊嚟個總結咁啦。咁所以呢，嗰一度亦都係幾好睇嘅。李安納度掉低靚仔嘅形象，扮演一個頹廢吸毒酗酒嘅老豆，又會為咗救阿女而歇斯底里咁都係值得欣賞嘅。跟住我就講下覺得冇咁好嘅地方啦。一開始法國75搞革命，為乜嘢而搞革命呢？喺電影入邊就冇交代嘅。咁我覺得都情有可原嘅，就當觀眾有啲 basic knowledge 明白美國一啲邊境政策啦。但呢批所謂嘅革命者做事嘅方法呢，例如有一場係話佢哋去打劫銀行，咁佢哋係咪真係搞緊革命呢？定係藉住搞革命之名去搞事同掠水呢？正因為佢哋做嘅嘢得唔到觀眾嘅認同同埋明白啦，所以觀眾喺佢哋被捉啊、被殺嘅落難嘅時候呢，咁啊觀眾自然就唔會同情佢哋啦。咁講真，我有一刻呢係有少少佢哋想俾人捉晒添。李安納度嗰個唔知女朋友定老婆啦，即係嗰個黑妹啊，講真呢，真係可以用樣衰嚟形容啊。我又唔覺得佢特別好戲，咁點解選角唔可以選翻一個又好戲又好樣少少嘅黑妹嚟飾演呢個角色呢？加上呢一個角色本身所做嘅嘢呢，一啲都唔討好嘅。除咗頭先話帶頭搞事之外啦，天生淫賤不能移，俾軍官捉痛腳啦。但係搞嘢嗰陣呢，我又唔覺得佢係被逼嘅，仲要俾個軍官搞大埋，要李安納度執手尾。生完個 B 出嚟，反而怪阿李安納度掛住臭女，唔同佢搞革命。打劫銀行仲要殺一個手無寸鐵嘅守衛，俾人捉到就秒速爆晒自己啲同黨出嚟，自己就逃之夭夭玩出失蹤。呢個角色嘅塑造加埋演員呢，完全係冇討好感啊！萬幸嘅係佢只係出現喺部電影嘅頭1/3啫，真係好彩唔使成套戲對住佢啊！後半段嘅電影情節係緊張嘅，但係我覺得呢就拖得有啲太長啦。成套電影差唔多2個半鐘頭，但係後半段軍官追殺兩父女嘅情節呢，我覺得實在太長啦。如果再拍得緊湊少少，成套電影 within 2個鐘呢，咁我覺得嗰個節奏會更加好嘅。李安納度後半段歇斯底里咁去想救自己個女，當然都表現到嗰種愛女心切嘅態度啦。但其實成個過程，最後個女呢其實係自救嘅。李安納度全程揸住支槍，都只係開過1槍啫，仲要係乜叉都打唔中喎。最後個女自救完，先搞個父女團聚，其實有啲浪費咗李安納度呢一個角色嘅。回顧翻另外一套老豆救阿女嘅《救心96小時》，嗰套呢就真係全靠個老豆死心不息，排除萬難呢先救到個女啦。呢一套呢就真係差一大截啊！阿女揸住嗰架白色嘅跑車，見到後邊有架藍色野馬追緊上嚟，其實佢從何得知人哋係嚟追殺佢嘅呢？如果人哋只係急屎揸快少少，
但係你就停喺路中心裝人彈弓，搞到人炒車，咁人哋咪好無辜。另外一方面啦，嗰個秘密組織講到有幾咁巴閉，你要殺個軍官同嗰對父女，點解需要自己人去出手呢？使少少錢揾個更加專業嘅殺手咁就搞掂啦。而家嗰條友軍官又殺唔死，自己又死 Q 埋，真係 Benz 逼力嚟嘅喎。法國75啲革命人士每次做嘢呢都係完全露晒樣嘅喎，咁佢唔驚俾人拉嘅咩？李安納度開槍打警察，個女仲要殺埋人添，但係完全好似冇事發生咁樣，係咪又好似 TVB 嗰啲 BBQ 大團圓結局咁呢？你話佢哋再次要轉身份走佬都合理少少啦。電影名呢係一戰再戰，其實我完全感受唔到有乜嘢戰喺呢一套電影入邊嘅。究竟係講緊一開始嘅革命運動，但係佢哋冇戰嘅喎，佢哋搞事嘅啫，定係講緊之後李安納度加埋個女同個軍官嘅戰，佢哋俾人追殺嘅啫。其實我本身 expect 李安納度真係打完一場硬仗，再接下一場硬仗嘅，點知成套戲呢就完全感受唔到佢所謂嘅戰喺邊度出現過啦。咁我都講下觀後感啦。呢套電影有影帝助陣啦，網上口碑呢亦都好好嘅，但我自己睇完呢就覺得好一般啦。除咗電影後半部係有啲緊張氣氛之外，其他嘅地方我都覺得做得唔係好到位嘅，包括李安納度嘅父女情啦，我都完全感受唔到啊。除咗見到李安納度好歇斯底里咁去揾方法揾個女之外，其實一路我都唔覺得佢哋感情係好好嘅。我諗到另外一個可取嘅地方啦，就係個女喺黑人嚟講呢，我覺得都算靚女嘅，不過佢要演一個16歲嘅少女，咁我就覺得差咁少少啦。另外一個我好唔明嘅就係個軍官點解成日行路硬係好似急屎要夾住個屎忽咁樣行嘅呢？我都評一評分啦，我只會俾7分啫。相信呢一套電影都唔會令我有再次睇嘅衝動啊，睇過就算啦，當係支持一下李安納度嘅新形象啦。唔知大家又睇咗呢套電影未呢？如果睇咗嘅話，都歡迎留言互相交流一下。中意我嘅片可以 like 我嘅片 ，subscribe 我 channel，share 俾朋友睇，撳埋鐘仔有新片就會彈俾大家睇噶啦。今日呢條片去到呢度先，我哋下條片再見。